1979年，美丽岛事件爆发，担任乡民代表的戴进尧就提争取农民权益布条啊参加游行。后来国民政府逮捕游行的人士，戴进尧逃亡1个月了后，去互抓到，判刑3年。服刑期间，伊熟悉美丽岛杂志总编纪万生，提醒伊爱做组织，才会当互农民运动壮大。了后，伊还佫做积极去做农民运动，啊，伫个因个庄脚的所在，啊，找人来上课，啊，伊家己本身嘛拢去国外参与训练，啊，所以伊是一个足勇敢、足坚决，啊，有家己的目标理想的人。拜六暗时11点，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。